台语一年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滚边。大家我小杰。到年底啊，嘿，有做侪电影哦，拢为年底时开始重新播送，伫戏院内底佮重新播送。像迄《姜家俊》，姜家俊伊做侪动画电影吼，伊伫戏院伫个年底时嘛是佮重新播送。啊，最近嘛有一个动画电影叫做《银河替代的暗暝》，伊是一个日本囡仔国改编的动画。伊原底吼是1985年的电影，啊，顶礼拜时吼伫个台湾的戏院重新播送。其实吼，这部《银河替代的暗暝》啊，伊是日本的作家宫田宪治，伊伫个差不多1927年时间伫个写作，啊，伫个1934年期间发表的作品。啊，其实这本囡仔故吼无算是完成，啊，不过伊内底有对一寡囡仔呢伊的友谊啊，啊，佮有对这个银河世界的描写拢真水，所以伊就引起伊后世读者吼足侪感动，啊嘛吼真侪这个创作者摕来改编安尼。咱今仔日主要要介绍的吼，就是这个《银河替代暗暝》伊台文的翻译版本，伊主要是为着少年囡仔来设计翻译文学。啊，除了吼有这个专业的老师，有这对日语啊，甲伊翻译做台文的文学以外，你甲看哦，伊内底其实吼，除了伊的封面啊，内底佫有足侪真水的插图。啊，这拢有 QR code。嘿，对，啊，你除了会使家己读以外，你嘛会使扫内底 QR code， 听内底有专业的团队配音的有声册。啊，咱搁翻头先来介绍这个《银河替代的暗暝》伊大概故事。伊内底两个主角，一个叫做石邦尼，一个叫做甘派类，啊，因是一对好朋友。不过吼，石邦尼吼，因兜较袂遐好遐，听讲因老爸出去掠鱼，啊，因老母啊身体无好破病，啊，伊为着要照顾因老母，一天吼伊就是去帮因老母灌牛奶的时阵，唔知影为虾米煞经过一个山仑顶面的草仔埔，啊，伊目睭搁闭紧的时阵，伊人一定是伫一个火车顶面，啊，参伊的好朋友甘派类做伙去行。啊，这班火车吼，其实是伫个银河顶面向前行一班火车。伫个故事内底啊，作家宫田宪治伊运用足侪描写涉水的词，形容伊银河的景致。所以咱翻译做台文的文学的时阵啊，咱嘛用足侪描写涉水的塔里斯来去写一个故事安尼。像讲吼，熊熊车厢内底光莹莹，就像白色的船石甲草仔旗尾的露水，参所有显目的光总聚集做伙，伫银河的溪堡金光闪闪，溪水点点啊流，伫溪流的正中央，刚刚啊看到一粒细细粒的岛树，向四颗连灯射出水蓝色的圆脸光。这款描写景致的手路吼，其实是足考验迄个读者的一种想象力。虽然原作者伊嘛真具体咧去做银河的这个世界观，不过吼，伊就是爱读者斟酌去想迄款情景。银河顶面的铁基路，伊卡的就是附伫你的眼前。其实吼，咱搁想倒转来，石邦尼甲伊的朋友甘拍咧，伫个银河铁基路顶面做有的所有一切，敢是真实的。其实吼，伫个上尾中出现的人物都有暗示即个旅行的意义啊，就是有一对姐弟啊，甲因的家庭教师，因就坐伫个一只船顶，做不幸的去弄着迄冰山，啊，因目睭搁闭开，起来啊，伫个即个银河铁基路顶面啊，所以伊就是咧暗示讲吼，其实会坐伫个即班火车顶面的人吼，已经是离开世间的魂魄啊。因坐伫个即班火车，有可能是要去银河的一尾。嘛有可能是要去天堂，啊，无人会当确定讲吼，伊敢是就有享受到伊伫个人世间时阵无法度享受的幸福啦。哦，你讲较只我起价无配。原本伫个看这本册时，哦，足水的。啊，到最后起价无配。对，到最后啊。啊，我想袂到遮尔，刚刚有淡薄仔悲惨。也毋过吼，你观众朋友你也讲到吼，弄到冰山的船，你就会想到一项物件。叫做 Titanic， 伊故事内底这段可能就是为 Titanic 落去改编的。咱起先讲到1985年迄个动画版的《银河替代的暗暝》，正拄好啦。动画电影迄个配乐家谢亚精神，伊的阿公拄好是 Titanic 活落来遐其中一个人，所以吼，这真正是足不可思议的缘分。咱对台文版的《银河替代的暗暝》，咱重新搁熟悉原作者宫田宪治伊写作的一寡思想，也搁有一寡手法。啊，咱搁来要来介绍另外一个台文翻译的文学，就是《傲慢甲偏见》。啊，这本册吼，大家毋捌读过嘛，应该拢有听过才对。其实这本册就是 Jane Austen 伊出版一个足有名一个小说，啊，主要是在讲吼英国18世纪到19世纪的初期，
这段时间的中产阶级与男女之间的一寡感情观念。伫英国较早期的时阵吼，这个爸仔母吼，伊拢希望伊家己的查某囝还是囝吼，拢会当有一个好的归宿。啊，伫故事内底吼，这个班奈太太吼，伊就希望伊的5个查某囝拢会当讲到一个好的亲情。拄啊好有一个阿婶囝吼，叫做宾利。宾利吼，伊拄啊好伫迄个时阵，按算要搬去甲班奈太太因厝边，细厝来住。班奈太太吼，伊就开始咧想讲吼，伊5个查某囝内底，敢是有一个人会当含即个宾利做伙嫁过典礼。有一天啊，因咧举办即个舞会的时阵啊，即个班奈太太大汉查某囝顶，伊头摆见到即个宾利，两个就互相意爱啊。啊，毋过伊的第二个查某囝叫做伊丽莎白，伊煞对即个宾利的好朋友达西有误会，中阁因为种种的事件，所以即个伊丽莎白啊，伊就对即个达西有搁较深的偏见。所以吼，即个故事的趣味就是咧讲吼，一个巧巧搞心思的姑娘啊，甲一个缘投甲叫歹头的好野人囝，伊是安怎对一个误解，慢慢啊产生男女之间的感情。各位读者吼，会当为台湾的翻译来感受到讲各位主角伊的形象。嘿，甲伊的个性，你也当做吼，你对这读这吼，你可能无啥会晓读，你嘛会当为伊有啥册来去感受这个情景。就是看即阵啊，即个银河的剃头的暗暝，伊伫重新放送，咱就来顺续来介绍伊台湾版的翻译安尼。啊，咱嘛顺续来介绍台湾的即个傲慢甲偏见。啊，其实讲到即个翻译系列吼，伊阁有足侪的作品，大家嘛会使去找其他的作品来看。啊，大家若是有一寡感想，嘛会使伫咧下面留言甲咱分享安尼。啊，我家己吼，即两本册吼，你也当做是台语当下伫问的。你本地细汉时阵到大汉，你都有讲台语的一寡习惯，你会当为即本册开始慢慢啊读，你会当感觉内底情景吼，真正是比华语版的更较好理解。啊，会当做吼，你也想要有更较浪漫的情景的，你可能就会当用看即本。因为我家己是较介意浪漫的迄款写法，所以咧看即本，啊，搁有我嘛有去听伊的有声册时阵，你就去对伊伫想嘛，想迄银河顶面的景致安尼，对伊做伙坐即班火车安尼。真正做浪漫的呢。真正足浪漫嘛，足水的。啊，你若当做看了有啥物感想，互你较留话，跟我分享啦。是。安尼，后日即时间继续收看《大意一日灯》，拜拜。